各位观众朋友，新春恭喜！欢迎收看2月12公司大举大 M 新闻，我是陈富宪，先来关心今日的新闻重点。新正国运签南昆新大天府抽到的是中上签，总统府发言人表示尊重台湾多元民俗。今日国道车较多，国道1号湖口到竹北这段时速无40公里，国道5号嘛较有着。 美国德州最风暴公路结冰，所致超过130台车弄到阵，已经有6人死亡。新闻开始，先来关心国道状况。今日车有较多，像国道1号湖口到竹北的路南路段，时速无到40公里。高公局表示，正个催你结婚的查某囝照例爱转后头厝，路南的车阵会较多，恐惊会对马仔起踏到中道过。 日头出来好天气，正月初1也是春节连假的第3天，国道未少的所在拢出现路南的旅游车潮，亲像国道1号湖口到竹北路南的路段，车速无到40公里。再去真顺的国道5号，中途时开始出现塞车，南港系统到石碇的服务区时速也只有30多公里。 在国五的部分，在下午时已经逐渐出现车流，那并且造成一些拥塞情形。像国1的湖口路段以及国3的龙潭路段，在下午的时候也都逐渐出现车流。国1的埔盐系统以及国3的雾峰、快关等路段呢，也都有陆续的拥塞的情形。高公局预估初1规天的交通量是100至8万车公里，是平常时年平均的1.4倍。其中路南交通量有60倍8万车公里。 到下晡3点，国道全线交通量已经有62.78万车公里。高速公路1968 App 今年春节第一摆启用，国道服务区停车费停号警示功能，那显示红色满车停号，民众应该停其他的服务区。今年因为疫情那我们其实在今年跟去年来比就除夕到目前这样子，那。 大家进来的停留时间可能就没有像以往就是停留时间那么长。高公局表示，初2甲初3同款拢是以路南的车潮为主，尤其伫初2的时阵，塞车时间会为早起就会开始，一直到中昼才会慢慢转好，符合初2转去后头厝的用路习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 新正初1真侪大庙会抽国运签，台南南昆新大天府抽到的是中上签。 台北大龙帮保安局的国运签，庙方解说讲是运势平稳。针对各宫庙抽出的新正国运签，总统府发言人表示，这是多元民俗的表现，就像咱人讲的“也着神，也着人”。连续4个神杯，南昆新大天府照高礼抽出国运签。签诗的内容是：君里何事问圣旨。 自己心中皆有益，已经请看过中旬，向事脱出化成结。庙方指出是中上签，今年同款嘛无改签，希望大家向好的方向去想。不了这3日，我感觉应该是不错的了哈。希望咱今年咱台湾的运势，就是当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哦。咱台湾的疫情当让平顺，会当早日结束。 原本的计划，他原本的想法，这样持续按部就班去做的话，基本上他就能够把国家的不管是这个安全的方面、经济的方面，或者是整个国家的人民，能够带到一个更好的一个境界。大天府的国运签嘛，看出疫情的部分。民俗专家表示，会伫咧旧历5、6月份了后转好。新北市泸州用联时抽出来国运签，属龙工商分别是大吉、下下、平上甲平下签。 庙方同款认为疫情已经受到控制，不过农业可能会面对灾害，地势失收。若是台北大龙帮保安局过年抽出来国运签，上顶运势平稳，是一个比较平稳的运势。好，那最后就是说，整体的运势外在环境可能没有很好。 但是我们会想要去寻访各种的这种解决的方案，但是最后我们发现我们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。若是白沙屯宫天宫抽出四季签，预测新的一年物产收成的状况，除了海部分较差一点其他3个签诗拢袂歹，嘛表达传统信仰甲农村关系正斗密。总统府发言人张顺涵是表示，针对无共的庙有无共的签诗。 这嘛是台湾多元民俗的展现，就像台湾的俗谚语伫咧讲，也着神，也着人，国家的运势全部拢爱靠全体国民共同来打拼。记者综合报道。
全台各地庙寺正个初一开正拜拜，配合防疫，大家镇南宫、西螺好兴宫取消抢头香。台南的正统六里门圣母庙改蒙春牛祈福，中华天公庙举办全台唯一的天师祭天祈福法会，60位道长顶端祈求疫情早日收煞。民众排队来领美金的红包，搁来庙内拜拜，配合防疫，婚林西的福兴宫今年取消抢头香，不过过年的气氛也是有保留落来。还是有过年的气氛，大家还是很开心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咱将动线给引出来室外，分成5路，大家入来庙内，加领红包，才入来庙内拜妈祖啊。台南正统六里门圣母庙配合防疫，今年暂停办宴会，有加派卡手来进行消毒甲防疫的工作。咱拢着配合着咱的政府哦，咧做这个防疫啊。咱哦，春雨头前也拢有 QR code， 你望春雨了，要入消毒，要出去，咱拢有消毒啦。进出都有喷消毒液，应该是还好，没有问题啦。若是伫台中的大家镇南宫，嘛取消抢头香的活动。一个女生伫咧庙门开了后，看入来庙内底参拜，结果意外抢到头香。进行人有管制。今年你好像抢到头香了。抢到头香有没有很开心？中华事务元清馆天公庙举办全台湾唯一的天师祭天的祈福法会，60个道长顶端开香，各拜宴王看到。除了有真丰富的祭品以外，嘛有多工真优的高调甲冰雕，而且大路顶悬拢是祈福的歌灯。这个法会说是为了要除瘟，为了这次的疫情特别办的。那我们希望疫情赶快过去，然后台湾就是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照台湾的传统民俗，民众会安排行村，也是拜拜行程。即马拄着疫情，嘛吸引真侪人来参拜。希望会当祈求心灵平静，嘛希望疫情会当早一天来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新正年头，蔡总统无拜庙行村，以去新北市三重埔的疫情专线中心慰问，也到台北中正分局发加菜金。罗尾蔡总统也去海军司令部台北的作战中心，感谢军警固守保护国家。正月初1，防疫无休困，总统蔡英文来新北市三重埔的1922疫情通报甲资讯专线办公室送加菜金，感谢因规年拢无休困，透过防疫单一的服务专线，提供民众疫情通报、传染病资讯、防疫政策的服务。辛苦了，新年快乐！1922，加油！了后，总统阁来中正2分局，感谢重要的厝边，保护总统府的安全，嘛肯定警察同仁稳定社会秩序。嘛，伫咧疫情期间，支援疫情指挥中心处理防疫甲疫调的工作。台湾防疫会当成功，警察单位是真重要的角色。在各国的眼中，我们是一个成功的防疫的典范里面，我们的警察扮演的是非常重要的角色。那我们也会持续来让我们警察在执行职务的时候能够更安全。蔡总统发加菜金来感谢警察的辛苦，嘛肯定中正2分局的外事警察，去年到今年2月份已经协助297个外侨完成居家检疫。总统正月初1行出的行程，嘛来海军司令部台北作战中心，为免海军感谢因保护国家安全的付出。恭祝总统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蔡英文总统改变像演过初1去庙里的行程，除了因为疫情避免民众群聚的风险以外，嘛透过视图工课，互存在加班的军警甲防疫资讯单位的同仁有去互重视的感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看上新消息，新北市三峡老街今日侪游客到道行村，煞到下晡3点，有大的驾驶爆炸，造成5个人烧烫伤。在画面中，咱会当看到这搭卖刀废过单熊爆炸大火，四边的旅客赶紧逃走，也是有5人伤着。意外的地点就在三峡祖师庙头前，受伤的旅客有人手骨、手指头啊、头遐有头毛受伤，已经到院治疗。警察也甲头家带去调查，会照公共危险罪上班。今日疫情指挥中心宣布，各加一件境外病例，是一位50多岁的美国查甫人。伊入境了后，随到防疫旅馆检疫，基本自费采检确诊。指挥中心表示，这件个案的核清报告显示，至少对国外两边超过1个月啦。
可能新增加一个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确诊个案，是美国籍50外岁男性为美国入境指挥中心表示，938例伫1月2日来台湾工作，有坐飞机进前31台检验阴性报告，入境了后到防疫旅馆居家检疫，到即嘛无症状。2月7日检疫期满到病院自费采检确诊。2月10号CT值是33，但是11号变成31。不过他的血清抗体检验 IgM 阴性 ，IgG 是阳性，显示他在国外感染发病已超过1个月以上。指挥中心表示，因为个案去自费采检的时阵，捌接触司机到店家底站买物件，所以得出相关接触者有7个人。不过因拢有适当防护，所以得自主健康管理。根据指挥中心的统计，到目前国内有937例是确诊，其中9个人死亡，859人解除隔离，还有69人依然在大院隔离当中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来关心美国这消息，美国德州受到风暴影响，公路的路面结冰，因为骨所地超过130台车煞弄到顶。根据目前的消息，已经有6人死亡，65人受伤。一台车接一台车，可能因为路边结冰无法度打动啊，弄到头前的车，发出惊人的声音。载着他做伙并且车辆愈来愈多，和对向车道的驾驶是看甲戆面。受到冬季风暴雪的影响，美国德州各地开始落冷雨，造成路面结冰。加上透早视野无好，美国的35号州际公路，德州沃斯堡北边的路段，在当地10日发生了至少130台车连环对撞。In total, so far, and this is not a final number, we have about 133 cars that were involved in the accident. It appears at this point in the investigation, which is still very preliminary, that ice was a factor. 车祸发生了后，会当看到数十台车弄作伙，至少有2-3台货柜车是直接压伫个小客车面顶。当地媒体报道，车祸现场有1公里远，造成其他的车辆塞车数公里。消防人员赶到现场，该用油压的破坏器材，才当救出受困伫车内的人。We know that there are 6 fatalities. There are 36 people who were transported to the hospital, and there are a total of 65 people being treated at area hospitals from injuries related to this event today. 目前消防人员各地检查每一台车，嘛用大型的机具豆豆清除现场的车辆。而救护人员嘛伫现场替发生意外民众提供保温的装备，因为现场暂时无法度互车辆通行。警方嘛呼吁驾驶爱利用其他的代替道路，嘛进一步确认车祸的原因。公司新闻台上编译。美国总统拜登总算甲习近平联络，拜登在电话中表达伊对印太和平的关注。学者指出，这通电话互双方表达立场，虽然还咧谈，不过面对疫情也会当合作，无踢破面。Happy New Year of the Yachts to everyone. 台湾影片向美国朋友拜年，驻美代表萧美琴也特别介绍外交部限量发行的春联，传达招财进步的喜气。转过来就传达追求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。因为萧美琴美国时间7日第一摆入去国务院会见官员，同一天拜登也甲习近平有2点钟的通会，时间巧合引起讨论。他为了要很明确的表达对台湾的支持，当拜登跟习近平通完电话，萧美琴进到白宫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也是经过精心的安排，只要让北京知道说，拜登政府在台海政策上面的连续性跟对台湾的支持，对台湾是一个定心丸。学者认为，拜登伫通会当中表达对台湾在内印太安全、香港民主甲信仰人权问题关切。习近平是搁一摆表示，台湾、香港甲信仰拢是中国内政，成为洪景顺处理的立场。中美通会各自表达立场甲看法，依然保持斗敌不破的局面。双方可能透过这一次的电话，各自把自己所关切的一些议题，以双方陈述自己的意见跟看法，也明了对方的一些想法。那这可能是这一次通电最重要的一个意义了，有象征也有实质。
因为习近平表明中美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，学者认为，虽然伫台湾的基地上美中摒着力度袂放松，不过伫全球风险环保区扩散者基地上，中美也是合作空间，双方也是维持高度竞合，也伫各处所需之下，适度透露同位信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过年时啊，大家拢会买菜罐来窥看卖今年的利润，尤其是家己市的余款上热烈。因为附近的银行多，民众寄望会当三饭福气，成做家己市过年的特殊光景。每一个人拢专心咧过家己的菜罐，围炉过后，有真侪人来到家己市余款附近的银行买菜罐试手气。唔那在地人，搁有外县市的人，听人介绍，专工来体验。我有听朋友讲说，就是在过年的时候，这个台湾银行跟土地银行附近都有刮刮乐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新鲜，因为其他县市并没有这个东西，所以我把我的第一次就奉献给嘉义这样子。今天还好啦，还好，还是有中，对，反正就过年嘛，就好玩就好了。以前我会来刮这样子。对啊，以前我们住嘉义人的话，应该都会除夕应该都会来这边刮，对。家己市过年这阵啊，日时加减下落一寡雨，但是文化路的夜市同款是人满四川。伫文化路摆搭店头就讲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生意也无旧年遐尔好。虽然有人啦，但是拢挂口罩，有较无遐好啦。平常吼，若无疫情是较好啦。也毋过伫同一区卖菜罐的头家就讲，过年时啊，大家拢想要试手气，所以为29暝到初5这段时间来买菜罐的人是愈暗愈多。白天也是有啊，大部分是晚上到凌晨最多。还没付哦。所以说买气都不错这样子。对。我看老板在刮的时候，他会把它刮干净，他换成一个木头的，我就问老板说：“你那个可不可以借我刮看看？”然后我拿来刮以后就真的中了。卖菜罐的头家讲，过去这搭只有1、2搭礼拜，唔知是伫什么时阵开始，人变甲愈来愈多。可能是因为我银行民众感觉会带财，所以即马线加做过年时阵才会出现的特殊光景。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。咱台湾人过年拜拜，就有发觉春饭第年爱对过年暗更加上元面。那生果也袂当对不公道体来，因为果发愈高代表今年的愈发，带乡亲来了解咱台湾人过年的风俗。新正年头，大家会吃猪粿甲发粿，不过你讲知影下面有关系台湾俗语是啥物？吃天天生好心，我不知道。我大概快了，对唔对？其实台湾有袂少俗语，真有台湾味，和华语一寡足好的话所代表的意义有争差。像华语讲的步步高升，是指年糕的糕之音；不过台语的年糕叫做粿。人讲食甜粿，逐日都好过；食甜甜过好年。啊，若食发粿，就是要食好大发财。伫咧华语讲的年年有余，伫咧台湾文化鱼是三星之一。伫咧台语就无鱼这个音，颠倒是指拜拜会菜饭春花来代表年年有春。另外一种就是讲，你一定要有当年菜。像咱中部北部是拢食挂菜，下港遐吼拢食白凉菜。这个年吼，久久长长的意思以外，甲咱士大人来祝寿。新正年头，嘛有人伫厝内会食有挂葱头的葱啊，要食甲头毛脆像白；嘛会食菜头，代表好彩头；食枣啊，代表年年好。众人都拢望新年有好代，2021年牛年永纳牛，平安健康大赚钱。记者阿敏珍、曾佩文台北报道。台北动物园逐年拢真侪人趁过年去行村，专工去看鸟禽。鸟禽是真古水，观众朋友敢知影为虾米鸟禽规身躯干那黑白两色？咱到底来听专家的小解。古水鸟禽圆滚滚的身躯，真侪人看到真介意。不过你敢知影为虾米会生甲这么古水？专家特别拣几项，大家定定好现的问题，报你知。它生活的地方其实都会下雪，所以当雪地里面或者是水面的空间里，通常阳光就会反射，那这个光度就可能增加。那如果有这个黑色眼圈，它可能就协助它看得清楚一点。动物园解说鸟禽目睭4颗连长的黑色的毛，其实是要防光线，体型甲色水看起来真有人缘，其实嘛是一种保护色。另外，大家好奇的还有一项。猫熊跟尾熊的肠道菌就可以特别帮助它们去针对
比较常吃的食材，能够获得比较有效率去获得营养。肠胃道里的黏液也帮助他们的肠胃道不要轻易受伤害。不过嘛，因为倒来营养无介悬，够经消化，饲养员一天就爱饲5-6顿。动物园嘛讲，可能是爱定定食物件的关系，所以阁有一点真特别。大家敢有发现，拄出世的鸟禽拢生甲毛毛，阁粉红色，白须那早产的，其实禽母对有生到生产，敢若1个月时间，所以鸟禽仔囝才细细食。了解这的知识，后回看到鸟禽，无得卡的感觉真趣味。记者林雅文、李玉凯台北报道。真侪民众今日去屏东的热带农业博览会行村，另外坐船去东港到小琉球着生命节，也是逐座船班拢甜老老。卖票口满满拢是人，来到坐船的港口嘛出现排队的状况。一早去屏东东港前往小琉球的船班有真侪民众，船班嘛差不多是每一班拢客满，配合离岛加强防疫，坐船进前拢爱出示身份证件、生命节查验。要搭船的身份证麻烦一下。年初一南部有日头，温度嘛真舒适，不少民众按照传统的礼俗出门行村，讨一个好吉兆。除了东流线人真多，占地有30公顷的屏东热带农业博览会，浸满真侪花和蔬果，嘛是非常热门的景点。屏东县政府可能是室外场地，空气流通，活动照常举办。入园进前爱去网络实联制登记。不错，对，空间各方面都还不错。这边的防疫今天做得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只有团员迷休困一天，日破春节无停班，甚至个设有3个用餐专区，倒下层隔板和游客休困食物件。包含每一区有4个人在这边做人流管制，还有清洁消毒的工作。那另外这个我们也向这个中央指挥中心疫情指挥中心有报备过了。管制人数65000人，而且根据电信公司提供的数据，一旦发现超过，管制暂停入园半点钟。屏东县政府嘛提醒民众，出门进前会当透过网络去查目前入园的状况，以免影响到佚佗的心情。记者李小文、焦关屏东报道。今年因为疫情的影响，真侪所在是拢取消灯会。不过，屏东的彩灯节照常展出20组美丽花灯，由台湾在地甲日本的艺术家以繁花盛宴做主题，结合文学的元素，让艺术拓入民间。果子造型、百花造型的花灯，规条溪是变甲光莹莹、闹彩彩，充满过年过节气氛，煞要有带一些雅气。河边那边有那种水果的那种样式，很漂亮。每一年都有这个造景嘛，哈，一年比一年好。我们也做这里的乡民也很高兴。每一年的主题都不一样，然后觉得屏东真的很棒。屏东县今年的彩灯节邀请到20位艺术家，其中也包含2位为日本来的艺术家，以繁花盛宴做主题来设计。另外，因为县府即马也真大力在鼓励活托，这个花灯也阁融合文学的元素，互花灯唔那是用来展现地方的特色甲看水，也会当互民众愈挖近文学。8位是在地屏东的艺术家，每一件作品都有各自的特色，对，然后让整个万年溪的河道。就是处处有惊喜感，有科技感。市集还有一些演唱会的部分，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我们就暂时取消，防疫优先，但是生活还是要如常。虽然彩灯节本来阁有规划要开市仔甲演唱会，煞因为今年疫情的影响，总得来取消。副馆长表示，防疫是第一要紧，民众也是会当找时间来这行行看看咧，欣赏亲近民间的艺术。记者综合报道。马仔头东北季风，北部甲东北部较凉冷，会落倒阵雨。中南部天气袂歹，另外马仔起中南部会较到大蒙，提前乡亲注意，同齐来关心马仔正个吹热的天气。北部地区15度到23度。中部地区14度到25度，南部地区16度到27度，东部地区17度到26度。
外岛地区13度到21度。感谢您收看今日的 AM 新闻，祝福乡亲金牛赛运礼在宝不满地，咱再会。